今年开春以后，台南市的房地产等相关市场景气如何？台南市不动产公会特别举办演讲会，会中专家学者为第一季数字分析，普遍乐观表示，今年无论新厝，也或是二手的市场成交量，拢持续增加。为了相关房地产等不动产业者对着今年市场景气的状况加一份了解，嘛特别针对咱台南的走势，台南市不动产公会27号下晡特别邀请昆山科技大学教授前来演讲，现场去满满的听众。教授但小美表示，包括南科的就业机会、安平港游艇码头开发，以及地方文创甲观光等产业发展。其实台南整体经济基本面袂歹，对数据来分析，今年无论新厝还是二手的市场，成交量拢持续增加。那我们现在市场的状况，好，已经跟当初我们市场非常热的这个状态呢是相同的。那价格呈现一个平稳，甚至是建商让利的状态，也反映出市场的利多。那现在消费者在小财化的趋势之下，非常注重这个总价的市场。那最近的这个地震的议题，也让消费者渐渐的意识到这个结构安全的重要性啊。所以说，我想展望2018年的未来，如果我们的市场成交量持续的放大，那么建商对于我们未来推案的信心持续的这个增加，那我想整个台南市房地产市场是呈现一个稳定复苏的格局。会中甲教授同款对台南市房地产的景气抱乐观看法的，也有台南市不动产公会理事长。上一波我们的跌不会那么的强烈，但是我们的回暖，我们是很快就已经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这是我们台南市的一个投资业者。那当然这你要感谢到的是我们政府对于我们一些推案的一个时程，没有给我们压得那么的紧迫，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建商在推案的一个步调上面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这些空间可以有助于我们台南市房地产的一个稳定。不管专家也是学者，展望台南市今年的房地产市场，除了普遍看好，同时嘛建议政府积极奖励老厝中间的政策，嘛是拼经济上紧佮有效的方法。台新闻何乔邦采访报道。